我现在喜欢的女人只有郝聪明。小小，我收到了一张舞会的邀请函，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上次发布会你爽约了，这次舞会你会如期出现吗？好久都没有见到你，希望可以在舞会上看到你。就穿这个吧。小小，你在吗？希望今天可以在舞会上见到你。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香槟的英语怎么说来着？香槟 Here you are. ，Thank you。我们今天订婚，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？你开心就好了。你用各种手段逼我就范，为的不就这种结果？跟你订婚，我只是为了迟氏跟我妈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订婚只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好，交易就交易。就算我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得到你的人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舞会是为了迟氏和郑氏的联姻开的？你说迟墨和郑宝珠啊，他们3年前都已经在交往了，这门当户对，结婚嘛也是迟早的事儿。不是啦，我听说迟墨早就不喜欢郑宝珠了。今天晚上的舞会和订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这个我能证明，之前迟墨还约了我去相亲呢。约了你？少臭美了！迟大少爷要是能看上你，今天的舞会的主角就是你了。什么上流社会嘛，我也是聊八卦。韩毅，韩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来见识见识这豪门的舞会长什么样嘛。但是这个舞会是要邀请函的呀，你从哪弄到的邀请函啊？我……难道你……不会这么快就穿帮了吧？难道是郑宝珠送他的邀请函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用我的那张邀请函做了一张假的。啊，对，我就拿你那张仿张假的嘛。妈呀，总算混过去了。要是让聪明知道这场舞会是我给郑小姐支的招，她非削了我不可。你来的正好，这种场合我平时来的不多，还有点紧张，你来了我自在多了。各位尊贵的来宾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莅临这次迟氏主办的慈善舞会。下面有请迟氏集团的迟墨先生和郑氏集团的郑宝珠小姐。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今天的舞会。那举办这一次舞会呢，一来是谢谢大家多年以来一直支持我们郑氏和迟氏，二来是我和迟墨将会有一件大事要向大家宣布。
这么美好的夜晚啊，我们家宝珠终于和迟墨在一起了。哎呀，能有像宝珠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是我们迟家的福气。郑氏和迟氏这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呀？我知道大家一直有关注郑氏集团和迟氏集团在生意上面的合作。那其实我和迟墨在生活当中呢，也是非常的甜蜜。趁着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和迟墨将会在这一次舞会上正式订婚。真的是订婚？在此，我要特别的谢谢一个人，那就是站在那儿的韩先生，请你跟大家招招手。别介。在我和迟墨的交往过程当中，韩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就连今天晚上的订婚舞会也是他帮我策划的。韩毅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一切。下面请我的未婚夫迟墨为大家说两句。表个态吧，你妈和我爸都在下面呢，别让他下不来台。今天，我跟郑宝珠女士没错，站在台上的这两位就是金童玉女，让我们为这对新人鼓掌吧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接下来，有请这对新人交换一下订婚戒指。韩毅，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死党，你因为钱，你帮着那个女人来算计我。现在我像一个傻瓜一样被你们耍得团团转，开心了？你满意了？不是，对不起，孙明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你干嘛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别装傻，今天是我们的订婚。订婚？聪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那样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喜欢的女人只有郝聪明。迟墨，你给我回来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迟墨闹什么名堂？聪明，迟墨，什么都不用说，跟我走。还不快去把你表弟给追回来！哎，没想到郑氏大小姐也会有今天的。来，干！这都什么事儿？我们去哪儿？不管去哪儿，总之我们先离开这儿。
坐稳了啊。哦。石墨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做，你为了我这样一走了之，后果会严重的。我不是石墨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。你是小小？你怎么了，小小？你怎么了，小小？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只会一次次的伤害聪明。你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你怎么了？李涵，懂吗？石墨小姐！好聪明，好聪明啊！郑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想办法，我要郝宗明立刻消失！想啊！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，您的委托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你要钱是吗？你要多少钱？多少钱可以让郝宗明彻底滚出我和池墨的世界？你开个价，我现在马上给你。不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郝聪明其实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已经因为钱3番5次的伤害了他，我不想再这么做了。这是您预付的支票，1分没动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良心发现啊！现在最惨的那个人好像是我。真的很抱歉，郑小姐，我知道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不过我希望你听我一句劝，事情的原委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我不希望看到你被池墨伤得遍体鳞伤，也不希望看到聪明再受到一点伤害。为什么你们一个个对他那么好？好了，你别再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出去！郑小姐，我让你滚啊，滚啊！聪明，聪明，没事吧？聪明，聪明。小小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没事就好。我差点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刚才在关键时候，你奋不顾身地帮助我，谢谢你，聪明。你到底是池墨，还是宋小小？我是池墨，也是宋小小。我有双重人格。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原来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什么宋小小，什么池墨，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我说怎么会那么巧？池墨定制的那个瑶光之星，在宋小小那里。我第一次跟小小见面，在别墅那边。你们两个明明长得那么像，就说不认识对方。啊！我真的是最蠢的人，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听我说，之前我也不相信，但是当我看到从我身体里分裂出来另外一个人格，他对我说话，让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我不得不相信。我知道，这种事情一开始让人很难接受。之前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我不想这样，我无法控制自己。
那个宋小小，他就是寄居在我身体里的另外一个灵魂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，做出一些甚至我根本就不会做的事情。你不会做的事情，也包括跟我谈恋爱，是吗？迟墨，那你现在叫我怎么面对你？一直以来呵护我、爱护我、对我好的那个人，他叫宋小小。可是你现在跟我说宋小小是你分裂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格，意思就是搞了半天跟我谈恋爱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，对吗？不是，他存在，他就是我。另外一层意义上的我。可是迟导演，你根本就不爱我啊！在你眼里，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可以帮你查到3年前车祸内幕的工具，一个可以帮你演戏、帮你骗过妈妈、骗过前女友的工具。你心里有那么多秘密，那么多负担，这些小小都没有，所以小小可以全心全意的爱我，但是你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去跟那个跟你门当户对的郑小姐结婚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我喜欢的那个人叫宋小小。那为什么刚才撞车的时候，你抱着我的时候，你叫的是迟墨，不是宋小小？我没有那么自作多情。你是迟氏集团的总裁，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员工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的。郝聪明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会为了我放弃迟氏吗？看，如果是小小，他根本就不会犹豫。但你不是小小，所以你不会像小小一样那么爱我，那么在乎我。这个戒指是我在车祸现场捡到的，现在我还给你。石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们所有人找你都找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去劝下郝小姐，她说她要搬出去，行李都收拾好了。是我同意她搬的。怎么，你们吵架了？比那个要复杂的多。可是你不是说她知道3年前有关于你爸的车祸案吗？这样走的话，万一那帮人再把她抓怎么办？他并不知道那场车祸的内幕，只是单纯的路过而已。哦，那可是还有那些保护他的人。宋董卓，你跟金秘书说一下，从今天开始解除对郝聪明一切的人身安全警报。他自由了。雪融化后化作春天，夏天应该不会遥远。秋天的风潮伴随落叶，冬天我单薄的鞋。我走了。是的，郝聪明走了。我们在季节里拼命的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只能想象我们成长未来模样。每当风吹过窗帘上，我闻到了激动的笑，那些未开口的话，究竟要什么样的速度追赶你的步伐？我看着一画一迟墨是迟墨，宋小小是宋小小，我的男朋友是宋小小，不是迟墨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一点都不难过。
好开心啊！终于要离开这个魔窟了。雪融化后化作春天，夏天应该不会遥远，秋天的风筝伴随落叶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你送。既然你选择了郑宝珠，你就是郑宝珠的男朋友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不用你管，你又不是宋小小。哎，我们在季节里拼命地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只能想象我们成长未来模样。每当风吹过窗帘，让我闻到了悸动的香，那些未开口的话，究竟要什么样的速度追赶你的步伐？我看着花一片片落下，回来吧。停车！我要下车。在这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喂，你确定你要住酒店？我住在哪里都跟你没有关系了，迟总。喂？什么？等我，马上回去。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啊！今天的报纸、媒体头条都是你悔婚的新闻，你让我们池氏的脸往哪儿放？哼，这话应该我来说吧。我女儿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被你儿子拒绝的，现在我们整个郑氏都成了圈内大笑话。亲家公，不要这么叫啊！事到如今啊，不如啊，咱们把话说明白了。你们池家给我一个交代，池墨，你是现在自动离职，还是我们开董事会投票让你离开？你自己看着办。非得这样吗？池家与郑家好歹有几十年的交情，现在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挽回郑氏和池氏的声誉才是首先紧要的。他当初拒绝我女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20年的交情？声誉做到这种事还要什么声誉？你倒是认个错啊！郑伯父，对不起。宝珠，对不起。妈，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自己会负责。明天，我就向董事会提交辞呈。墨儿，一定要弄得这么无可挽回吗？这是你儿子自作自受。要是墨儿辞职，你们郑氏在池氏集团的利益也会受影响。况且，女孩子的声誉最重要了。如果墨儿辞职了，不正好说明，即使是他辞职都不愿意娶宝珠吗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外面的人该怎么想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让他们再订一次婚，这次订婚要登报，召开记者会，并且澄清上一次的悔婚闹剧是为了池氏最新的产品宣传，并不是真的。这样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会找最顶尖的媒体来操作这次的舆论导向。以后墨儿也会真心实意地对宝珠好，不会再闹别扭了。看在
我过世的丈夫的份上，你就原谅墨儿这一回吧。妈，你爸，好吧，一切看在你们诚意。如果你们诚意不够，那我随时都让迟墨滚出迟氏。我说到做到。老周，我们走。谁啊？客房服务。韩毅，怎么是你？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秋妹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没事吧？手一定是骨折了，一点知觉都没有了。谁让你自己把手伸下来，又不是故意的。韩毅，怎么是你？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秋妹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没事吧？手一定是骨折了，一点知觉都没有了。谁让你自己把手伸下来，又不是故意的。就算是骨折了，也是我罪有应得。谁让我背叛我最好的朋友？聪明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韩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那你就一直待在那儿，别起来了。那我就在这儿赖一辈子。聪明，你要是生我气，打我、骂我都行，你别不理我呀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们两个已经有劲了。但我那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金钱迷惑了双眼。但是我事后想清楚了，我觉得我们的友情比金钱更重要。友情？你这种人还知道什么是友情啊？我当然知道，这些年一起风风雨雨，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我也是你最好的闺蜜。难道就因为这么一个错误，就要扼杀掉我们之间的友情吗？扼杀了我们两个之间友情的人是你。对，这件事情全部都怪我，我不该和郑宝珠一起来骗你。我赚的郑宝珠的那些黑心钱，已经全部都还给他了。聪明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先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我明天给你答案。要不咱回家再想。你的房间我都已经收拾好了。你别动，我可没有说要原谅你。聪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只给我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我发誓，我韩毅以后要是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就天打雷劈，见财化水，穷一辈子。我都发这样的毒誓了，你不会还不原谅我吧？聪明。小主，我这就给你去办退房手续。走了。这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回到这儿。你老实告诉我，
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那家酒店的？是迟总吩咐我做的，他不放心你，所以才让我来接你。是迟墨啊？他其实还挺关心你的。他就是在替宋小小赎罪。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我好聪明是好聪明，他迟墨是迟墨，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。那宋小小呢？我提宋小小，你哪壶不还提哪壶是吧？宋小小是迟墨的第二人格，这件事你早就知道，你还跟郑宝珠联合起来骗我。不是，我跟郑宝珠早就闹掰了。聪明，你知道你那天哭着跑开的时候，我有多难过吗？我当时就跟郑宝珠说了，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看，这自由诚可贵，金钱价更高。若为友情故，两者皆可抛啊！我还是把我们之间的感情摆在金钱之上的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吃糖吗？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，就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。不吃我自己吃。啊。宋小小，为什么你可以什么都不顾，我却要承受这一切？妈，这个是爸爸的遗物，我给拿回来了。3年前，你父亲车祸身亡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。这枚戒指就是在车祸现场失踪的，真没想到，他还有回来的这一天。是，好聪明的孩子还回来的。也罢，给他一笔钱作为答谢，千万别亏待了他。你手上的戒指和这枚戒指原本是一对儿，是我们持家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。现在你就要结婚了，也得把它再传到你媳妇手里。你是说郑宝珠吗？现在戒得成这样，想必郑大小姐看不上。她看不看得上是一回事，我们送不送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希望你把它亲手交给宝珠。你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做我分内的事情。真是小看他了，居然能勾搭到迟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哎，你们看的是昨天的小报，消息这么不灵通。你看一下今天的声明，迟墨与郑宝珠正式订婚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早上好。嗨。
早上好。大家怎么怪怪的？啊？哎，经理。喂，经理。聪明，一会儿跟我去池氏集团开会。又去池氏啊？池氏那边说要亲自过问那个钻石匣的项目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。放轻松，好聪明，你已经跟那个池墨没有关系了。嗯。哎，这回你可把那郑小姐得罪的不轻哟，咱这策划案到猴年马月才能通过呀。对不起啊，经理。哎，那不就是那个好聪明吗？长得也就那样。石总喜欢他哪一点啊？估计就是会装纯。你看他小三都会整这套。哎呦，池总，幸会幸会。郝小姐，你来了。策划案通过了吗？哎呦，郑大小姐高标准严要求，策划案没通过，我们还得改。把钻石匣拍成网络大电影，我觉得这个创意不错，可以推行。对呀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创意太棒了，但是郑小姐觉得这个新产品还得经过市场验证，风险太大。这个策划案交给我，我会跟她说的。还有段经理，以后来我公司注意点形象。哦。你看，池总还是偏袒他。唉，看来又有的撕了。你还好吗？谢谢池总关心，我很好，好得很。聪明，其实我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，段经理。哎，池总再见。今天我又见到池墨了，又放不下了吧？每次我见到他，就会忍不住想起小小。明明我跟小小正当谈恋爱，为什么现在外面人都说的我好像小三一样？谁让你们家池墨是个人格分裂症呢？你说这事儿你碰上也离奇，这事说出去谁信呢？振作起来吧！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可多的是。要不这样，你在我这儿再订个套餐，我一定给你介绍一个更靠谱的男人。忘记宋小小。你的套餐，呵呵，敬谢不敏。唉，最近我这生意也不好做。你说因为你郑宝珠那个大客户，我也给丢掉了。你缺男人，哥们儿缺生意，咱们互惠互利一下。喂，爸爸。聪明啊，唐花要去北京看你了。啊？什么？聪明啊，你这都过了24岁了，到了结婚的年龄就别磨蹭了啊！再不结婚就晚了。唐花决定亲自去北京看你，你可千万别耍性子，好好接待她啊！怎么了这是？什么事这么激动？完了！唐花又来了，本命年果然不吉利。唐花？又是谁啊？唐花他是我们老村长家的胖儿子，是我们村珍珠养殖场唯一的少东家，他也是我好聪明的青梅竹马，是我幸福自由生活的终结者。哦，这么高啊！洋气！唐花，老家村里村长家的胖儿子，跟我借了娃娃镜的傻小子，除了钱，颜值、文化，要啥没啥。
我笔下的女主千回百转，最终兜兜转转还是落在了英俊而多情的男主手里。从此，王子和公主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。为什么残忍的现实，在我已经够糟糕的时候，还要来这么重重的一击，让我连追寻真爱的机会都没有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哎，小聪明，你在哪里啊？哎，我是探花嘞，我现在刚到北京。哎，我刚刚才到饭店，这个北京首都太大了吧？这路堵得我差点刚憋不尿啊！小聪明啊，你要镇定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太激动了啊！我约了著名的德威大师，拿设计好的婚纱，我已经到了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这些东西都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，北京买都买不到。哎，你站住啊！你谁呀？我操！我的头头擦！你管我是谁呢？你把我东西踢坏了就这么走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想碰瓷是吧？拿去，破东西！我辛辛苦苦从老家带来这些瓶瓶罐罐，我容易吗？我就是想给我媳妇尝尝家乡的味道。你把我东西踢坏了，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？你胃口还挺大哈！赔你一车都够了，拿去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问题是我从老家带来东西给我媳妇尝鲜，你知不知道？哼，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我桃花还真不稀罕你这个钱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啊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把我东西弄坏了，当然得赔啊！神经病，懒得跟你纠缠。给我站住！干嘛？你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算什么？啊！我已经赔你钱，还想怎么样？放开！刚说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全给你，全给你够了吧？你不就想是讹诈吗？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，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管你是谁呢？你把我东西碰坏了！乡巴佬，我警告你啊！你再不放手的话，我报警啦！我凭什么放开你？你把我弄坏了呀！放开！我让你放开！不放！你哪来的？你干嘛呀你？你谁呀你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放开他！你谁呀你？放开他！上来了，上来了！探花杀到北京来了，不行，我得出去躲2天。韩毅，这2天不管是谁套话问我的行踪，你都不能说。放心，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是不会说的。韩老师你好，我被我女朋友甩了，你能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？女人被甩，多半是因为你长得丑；男人被甩，多半是因为你穷。韩老师您好，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半年了，可每回节假日他都给我发短信送祝福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呀？这2个人彻底分了手之后，任何一方在对方生日的时候，每年都发祝福、发短信，以此证明咱们2个虽然分了手，但我还记得你，甚至记得你的生日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狗屎行为。这包可够多的啊！把那个打开看，这有什么东西？姓名、桃花、年龄。我今年本命年，您猜我多大？不是，警察叔叔啊，我犯什么法啊？您这像犯人一样审问我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不就带了一兜子钱吗？这有钱也犯法呀？那我问你，你带那么多现金做什么？我娶媳妇儿啊！我媳妇儿在北京，我带钱带她回家结婚的。你媳妇儿呢？是啊，我媳妇儿说今天来接我，怎么也没见人呢？您等等啊，我打个电话。那我走了。
干嘛？哎呦，要不要接？不就是通电话吗？开玩笑。哼，我媳妇手机应该是没电了，这没电了肯定找不着我吧？哈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没骗你，我真没骗你们。那这样吧，你还有别的能联系上的人吗？哎有，我老丈人，我老丈人肯定知道，赶快打。啊喂，好事啊，那我打报警了，我到街边碰到点个子。哎，郑小姐，石墨呢？她还没回来呢。有衣帽间吗？这儿楼上石墨屋里有一个。拿上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是，石墨不太喜欢外人随便动他屋子。我是石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叫我外人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。你们俩跟我来。换上去。哎，你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刚才郑小姐来过了，在你房间里收拾呢。你在这干嘛？试婚纱。郑宝珠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你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进入我的生活了是吗？去旧迎新，你该做好迎接新女主人的准备了。这2天我会搬进来，这件事情呢，阿姨是知道的，阿姨也是支持的，要不然你可以问她。我那只熊呢？什么熊啊？就是我放在房间里的泰迪熊。什么熊？哦，那破熊啊，扔了。扔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。拿着你这些东西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！你为了这只破熊，你跟我发脾气？还给你！你那么紧张那只熊，难道是好聪明的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人走了还把东西放这儿。郑宝珠，郑宝珠！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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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墨，你去哪？你回来！怎么不走了？手机关机，他应该也找不到我。哎，不对，韩一，
可是我这个右眼怎么一直在跳个没停呢？你那是用眼过度，眼睛疲劳了。敷张面膜，放松放松啊。对，我总觉得是有什么倒霉事儿即将发生。去开门。你们找谁？聪明啊！哎，是我嘞，唐花嘞！哎，我今天刚到北京的。唐花。呐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唐花，你怎么刚到北京就招惹上警察了？你惹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哎，这警察叔叔是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送我回来的。哎，警察叔叔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可以先走了，谢谢啊。辛苦了啊！拜拜啊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好。哎呦，你看你不瘦啊，这。哎呀，哎，聪明啊，这就是我们家。哎，蛮好的嘞。哎呦，极好的。哎，师傅，来抽个烟不了？来了。不。北京市内禁止吸烟。哦，那算了。好的嘞。哎呀，真的蛮好干的嘞。这就是你乡下来的未婚夫啊！瞧他那一身 A 货，我别管是 A 货还是真的了，反正赶紧想办法帮我把这个活菩萨给请走。唐花。哎，聪明啊，怎么了？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一下，明天我出去陪你找一个酒店，然后陪你在北京逛一逛，过几天就回去吧。啊，不是，我又不是来旅游的。说我要回去，也要带着堂客你一起回去不？哪个是堂客？请讲普通话。这个二愣子是认准我了。你不是出奇的点子多吗？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啊！没问题，看我的。你是唐花是吧？啊，对，唐花。你好，师傅。这好聪明，是我的女儿啊！她在我这儿住，吃我的，穿我的。你要想带她走，先拿50万。多少钱？50万，50万。等一下啊。够吗？我。好厉害，50万就把我卖了！你管那么多吧，现在自由，赶紧走。走什么？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是我的合租室友，也是我的好闺蜜，她叫韩毅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真的是抓着你不放的坏人呢。那个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我就说吧，见你第一眼就觉得和你特别有缘。你在这儿就住下吧，把这当自己家，随便住，住多久都行。住那屋，我屋啊。想住就住。真的？你别骗我啊！要的，蛮好的。见钱眼开，没骨气。谁大早叮叮咣咣的？韩毅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领导竟然在亲自做早餐，竟然还做了这么大一桌。你该不会是想毒死我们吧？等会儿。这客人都还没动呢，主人哪有动的道理？快把唐花叫出来！你看，我给她做了一个最正宗的北方早餐。客人，唐花。啊，原来你韩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那当然，
老天保佑，才走了一个大千金，又来了一个土财主，天降财源。无论有什么办法，我一定要留住这位财神爷。哪里哪里。喂，池总，你一晚上没回来，上哪儿去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宾馆住了一夜，一会儿回去。哦，那个郑小姐要我问你什么时候陪她去见婚礼策划。最近事情很多，让她等着吧。以后啊，这扔垃圾这种体力活就交给我们男人来做，女人是用来爱护的，又不是用来干活的。不要在这跟我甜言蜜语的，出去这一套。哎，聪明，聪明。这个男人是谁啊？他怎么和聪明在一起？聪明去上班了啊？啊，对啊。啊！别说哥们不帮你，聪明有点嫌弃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这聪明在大城市里面扎根了，我们俩本来就有差距嘛。不过我不怕呀，我会用真心打动他的。哎呀，别跟我提真心，这年头谁还没个真心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之前追过女孩没？当然没有了，除了聪明，其他女孩我看都不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的感情经历是空白。那我再问你。你知道怎么哄女孩吗？不知道。你这下就完了。这聪明要是碰上个又有钱又帅的，估计就跟别人跑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我呢是一个感情专家，专门帮人解决感情问题。你只需要在我这儿下一个订单，我保证你能追到聪明。真的？当然了。等一下，成交。去，只有多没有少，你赶紧跟我说那。哎呦嘿，这又是哪个姑娘给我送的花啊？哎，花里有卡片，让我来看一下。我最爱的小聪明，你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变老，让你做我手心里的宝。小聪明，是好聪明吧？估计是。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居然有第3个男人。第3个？干嘛呢？这大上班都杵在这儿。哎呦，池总好，池总好。有人给咱们公司的好聪明送了这么大一束玫瑰花呢。玩物丧志。哎，保安，过来，把这花都拿走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韩老师，这样真的能给聪明惊喜啊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女孩都一样，都喜欢浪漫。你这么一做，聪明同事看到了肯定都羡慕。这事儿我保你成功。先求爱，再求婚，完了顺便在北京把婚礼也给办了。要是聪明不想回老家的话，哎，我们在北京定居也行啊。哎，总之，聪明喜欢就行。你放心，我的这套服务一条龙，
保质保量，就扔这儿，保你满意。哎，韩老师，他们怎么把我的花给搬出来了呀？对啊，这谁干的呀？谁脑子进水了？放这么大一束花在公司前台，影响公司工作，不知道吗？哎，你把我花搬出来干嘛呀？你的花是啊，拿走，影响我们工作，不知道吗？哎，谁呀你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这花又不是送给你的，我追个妞还影响秩序了？别跟这儿瞎搅和，滚蛋！要不然我直接把花给你扔了啊！你给我扔一试试啊！别指我啊！我指你怎么了？我还戳你呢！我戳死！哎，你赔了我！哎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！大水出了魔庙啊！这是！哎，行。哎，聪明，快来看，楼下打起来了！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不是经理吗？还有一个给你送花的。哎，冷静，没几个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啊？没事来我公司楼下闹什么呀？经理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经理？经理？他是你经理？经理，我是聪明的未婚夫。说什么呢？好啊，好聪明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别干了，赶紧散了吧！啊，走。好了，你的心意我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儿晚上再说啊，晚上再说。好，先回去啊。好。说什么也要给唐花找一个酒店，韩毅那个贪财鬼见了他，就像是蚂蟥见了血，一定是忽悠他定制什么求爱套餐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以后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。看来那个男人也是郝聪明的追求者。韩老师，送花这办法不顶用啊！不是办法不顶用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你说谁知道有2个蠢蛋出来搅局呢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我还有后手。大姐，大姐，别废话啊！钱呢？幸好是大姐。下回打掉。幸好是大姐，要钱是吧？除了劫财，咱再劫点色哦。啊？是啊。不是吧？飞机场你们要劫，太残忍了吧！我就喜欢飞机场。差不多，赶紧上。现在啊，行，靠英雄救美。
没事吧？池大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两个人战斗力也太差了吧！你现在还有心思说这些？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的处境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哦，但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记得你回家不是走这条路啊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报警吧。哦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不带你们这么玩的啊！说好了英雄救美，这怎么还换人了呢？不行，得加钱！加钱！你站住！糟糕，惨了。